香港科技大學，一間突破限制開創文化嘅研究型大學。由創校開始，科大已經有清楚嘅定位，要扮演獨特嘅角色，以科學、工程同工商管理為主力，從事教研，推動香港邁進高科技世紀。香港科技大學係一所年輕、充滿活力、不斷提升嘅大學。佢有一流嘅師資、優秀嘅學生。開校只有3年，創校者嘅理想已經逐步實現。1994年，科大研究人員成功輸出全世界波長最短嘅新紫外線輻射激光。其他科研突破接踵而嚟，成功開發基因晶片技術，鑑定中草藥嘅品種真偽同效能，研製出生命聲學材料，可以有效阻隔低頻環境噪音。發展快速搜尋活動影像技術，獲認可為第4系列國際多媒體應用標準。發明全世界最細小嘅單壁納米碳管，被選為2000年最重要嘅科學進展之一。更加喺呢種物質之中發現超導特性，呢啲都係香港科技大學努力創新、追求卓越嘅成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喺科大5萬平方米嘅實驗場地裏邊，設置咗多種尖端儀器，為大學師生同埋社會人士提供研究場所。呢啲中央研究設施為工商界進行測試同埋研究，亦都孕育咗唔少傑出嘅科研成果。香港賽馬會由科大創校開始，就一直係主要嘅捐贈者。除咗資助校園主要建設之外，更加負責管理興建工程。該會又大力支持前沿領域嘅研究。1990年資助科大成立生物研究所。科大本着全人發展嘅教育宗旨，規定所有本科生必須修讀人文及社會科學課程，其中包括藝術、音樂常識、歷史、哲學研究等等。科大嘅全人教育更加走出校園，惠及社會，為中學教師提供資訊科技訓練，為資優中學生提供網上大學學分課程，同埋環保教育計劃，為社會大眾籌辦網上終生學習課程，組織公開論壇，探討重要課題等等，從各種途徑積極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科大同工商界嘅技術交流同合作項目不斷增加，至今已經成功將多項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具有經濟效益嘅應用技術同埋產品。為咗協助教職員同學生創立高科技公司，科大設立教研人員創業計劃，成功孕育咗20幾間公司，業務範圍包括創新產品同技術、教育平台、網上多媒體傳送等等。創新科技係無分疆界嘅事業，科大同北京大學組成聯盟，喺深圳市政府嘅支持下，共同喺深圳成立一間多功能嘅研究機構同埋一所醫學中心。醫學中心令到兩地之間嘅合作更加緊密。作為全國首間同類型協辦嘅醫學中心，中心將開展具國際級水平嘅醫學同生物科技研究，致力培育醫療同生物科技專才，提供優質醫療保健服務，並將科研成果引進市場。而喺南沙資訊科技園容納為數不少嘅高科技公司。位於科技園內嘅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將會為區內嘅科技同埋蓬勃發展增添優勢。科大一向懷抱國際視野，喺亞太區同其他領先嘅研究型大學建立緊密聯繫。放眼全球，科大高等研究院為策略發展嘅重要一環。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嘅目標係要匯聚世界各領域嘅傑出學者，拓展知識前沿，成為世界嘅學術科技中心，同時亦係香港及大中華地區21世紀科學、技術、教育同埋經濟發展嘅平台。科大工商管理學院喺不足10年之間，成為亞洲唯一嘅商學院，獲得2所國際頂級認可機構承認。所提供嘅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更加被《金融時報》選為亞太區第一。而喺學生國際經驗一項，科大更加排名全球第一。科大畢業生嘅足跡遍及北京、矽谷同埋世界各地。佢哋喺不同崗位上繼續發揮創新精神，推動世界向前走。我相信科大會好快變成世界一流嘅大學，為香港、中國、全世界人民作出貢獻。科大邁步向前，憑住衝天幹勁，向住世界一流大學嘅目標進發。科大嘅成立始於一個夢想，呢個夢想將會帶我哋進入知識時代美好嘅將來。